大家好，我是克夏佛教中心的夏金祥法师，是尊贵的占都古仁波切的弟子。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占都古仁波切的生平传记承诺。这承诺特别版第2版，这个特别版呢，主要跟另一个版本不一样，是这特别版是纯中文版，中文简体版。另外一个呢是第4版，那是中英对照版。中英对照版，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登上占都古仁波切的个人博客上，有电子书是可以供免费下载或者在网上翻阅的。那好，我们之前分别给大家介绍了仁波切的，先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目录。那这本书呢，总共分成6个章节，从序到第1章，序主要讲的是他的仁波切的前世。那接下去第1章到第5章呢，分别是仁波切从出生到现在所经历的，就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地方所经历的一些事情。那它的章节的分配呢，主要是根据地点。我们可以看到第1章呢是仁波切在中国台湾台北，就是他从出生到6岁左右的时间。过后呢，第2章开始，他在美国，就是他已经被送往美国了。那美国呢分成2个章节，因为那两段时间都算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怎么说呢？这接触佛法的开始，以及最后就是开始决定想要出家的，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第2章、第3章分别是，第2章呢是他刚到的新泽西他养父母的家里，那第3章呢是他怎么说？他后来离家出走到洛杉矶的那段经历。那到了第4章、第5章呢是后期已经就是出家，后来第4章是在印度出家，那过后呢第5章前来马来西亚，他直到现在今天的佛法事业。那这个是，那我们之前呢已经跟大家介绍过的是第1序，就是仁波切的前世。那第1章也介绍过了，我现在在第2章美国之梦。那美国之梦呢，我们也介绍了他仁波切怎么辗转的到美国去，他美国的养父母的一些特质特性，他们的背景。仁波切在美国的家庭最初的时候，就是他待遇如何，这些都跟大家稍微介绍过了。那现在开始呢，我们有怎么说呢？就开始上一期我们介绍到火鸡沼泽公园。那从这里我们可以开始看到，仁波切其实他对学校的课业其实并不太感兴趣，虽然成绩非常优秀。那他真正感兴趣的，一直就是让他牵挂于心的，就是不断的进行佛法修持。他常常就会跟朋友到火鸡沼泽公园去。那朋友在玩的时候，他通常就是一个人，就在静静的在一角去观想观音菩萨，念诵观音菩萨的心咒。这个是上一期我们分享的。那这里看到的照片呢，是仁波切后来在几年前重访美国的时候所拍摄的。那好，那接下去呢是这一本书，这个是一个介绍仁波切当时看到这本书的那种感想。那画中这个人呢是格西旺杰。那格西旺杰是美国的一个就是佛法先驱，他写的这本书叫《解脱之门》。仁波切就针对这个解脱之门呢来做了一些谈话。当我读到这本格西旺杰所著的《解脱之门》时，他讲这一本书是他从住在附近的杜登张伊阿尼拉手中借得的。到迟点我们会跟大家介绍杜登张伊阿尼拉是谁。当我读这本格西旺杰所著的《解脱之门》时，看到了他在书中叙述的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之怀。当我读到此处时，不禁哭出声来。我那时觉得佛法的真正目的是要让人在面对善恶时拥有真正的慈悲之心。我想起学校里的孩子们如何嘲笑我是亚洲人的事情，还有养母对我的打骂，我就会对他们施以宽恕和慈悲之心。我曾在学校附近漫步
吸收那些加诸在我身上的诸多种族诽谤，保持平静，专心想着观世音菩萨。那这是占都古仁波切，他当时他看到这本书之后，就是对观音菩萨的慈悲就非常怎么讲，立刻能感同身受。怎么说呢？也靠了这本书，他觉得他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一种慈悲的力量，去面对生活中所遭遇到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那我们接下去翻开另一页。那这一页呢，大家看到的是这一页大家看到的是这个仁波切的第一位上师。那这是来自色拉寺的住持堪苏罗桑达庆仁波切。那仁波切针对这个他当时能够在美国新泽西这个地方遇到堪苏罗桑达庆仁波切呢，他说了这么一段话：这是一个怎样的机缘，让我在遥远的美国离家10分钟距离远的地方遇见了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大师之一。我相信这是我前世积累的功德，让我能和这样一位伟大的上师住得如此靠近。那右下角这张图呢，是一张黑白照，解析度相当低。那是仁波切小时候，他到就是家里附近的拉西干巴林参加佛法活动时拍摄的照片。虽然年纪非常小，仁波切很自然的就被所有跟佛教修行相关的事物所吸引。当年在拉西干巴林市，仁波切就积极参与儿童辩经班。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再翻开另一页。那这一页呢，大家看到的就是拉西干巴林。拉西干巴林是仁波切小时候第一个接触的佛法中心。拉西干巴林是位于新泽西州豪维尔的第一座卡尔梅克佛教寺院，也是全美国最早期所建立的几座西藏佛教寺院。下面那几张呢是拉西干巴林的一些就是他的一些佛坛的照片。那好，我们再翻开另一页。遇见首位上师。从很小的时候起，仁波切便表现出转世喇嘛或者是度固或者译成主骨的强烈特征。他对佛教高僧、对佛菩萨、对诵经念咒的本能虔诚，以及对佛法修行的强烈渴望，无一例外都是这些特征的表现。在豪维尔能够出现3座卡尔梅克佛教寺院，这并非巧合。这3座寺院属于3个蒙古部落：托洛古德、布扎乌特和图尔扈特部落。这些部落的人都居住在新泽西州豪维尔的同一个社区内。从仁波切的家到美国首个蒙藏寺院拉西干巴林寺，骑自行车仅需10分钟。这座寺院属于图尔扈特人。在那里，他见到自己人生的第一位上师。这位上师非泛泛之辈，他这是在金刚瑜伽母密续法修行有成就的大师，以及色拉寺前住持尊贵的堪苏洛桑达庆仁波切。他于1971年来到豪维尔，正好比占都古仁波切早1年。在20世纪70年代，西藏佛教在西方非常罕见，在豪维尔这样的小城镇，仁波切可以遇到一个西藏佛教中心，这是极不可能的，更别说遇见一位真正的西藏上师。这样的机缘不是巧合，而是年轻仁波切的佛法印记，而且是发愿实现的迹象。那刚才我们有看到，就是说仁波切说他怎么说呢？他在离家10分钟远的地方，就竟然遇见了这个本世纪最伟大的大师之一。其实还蛮
怎么说呢？那巧合也是非常巧合的，因为整个美国那么大，而且当时其实西藏佛教在美国是相当不兴盛的。那仁波切刚好就是这位伟大的上师呢，洛桑达信仁波切刚好就在仁波切抵达美国的前一年，抵达新泽西的前一年就到那个地方，而且在一个如此伟大的大师，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拉西干巴林，其实它只是一个很小型、非常小型的一个佛教寺院，而洛桑达信仁波切呢，他是色拉寺的高僧，曾经担任色拉寺的住持，所以要一个这么著名的一个高僧，而且是金刚瑜伽母传承的一个大师，竟然会派遣他前往就是一个这样小地方的一个佛教中心担任住持，这巧合其实是太巧合了。那其实可能说，那仿佛是冥冥中似乎是注定这些大师都怎么说呢？他可能是仁波切的他本身的一些他的功德，或者是他的发愿，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一种巧合。那其实我们继续在阅读仁波切的生平，你就会发现他在人生的不同的时间段，都会遇到一些，就对我们来说，其实可能是一辈子都不太可能遇到的一些事情，包括遇上一些很著名的一些自己的大师。但是在他的生命中呢，这些大师就仿佛很自然的就一直的自然的就主动的出现在他的生命中。堪苏洛桑达信仁波切是藏传佛教世界中备受尊敬的大师们，如世尊帕本嘎仁波切、至尊次江仁波切和至尊灵仁波切的得意弟子。刚才没有跟大家介绍了，对这位堪苏洛桑达信仁波切呢，如果大家对他如果不熟悉，那也还好，因为其实可能怎么说，但至少大家应该对至尊帕本嘎仁波切或对至尊次江仁波切应该是有印象的。或者是对教瓦仁波切的经师，另外经师至尊灵仁波切，大家应该都相当熟悉。那这位堪苏洛桑达信仁波切呢，他是这些大师们的得意弟子。在仁波切的记忆中，洛桑达信仁波切严厉坦率，但也极其慈悲。第一次见到大师的时候，年仅7岁的仁波切便被这位伟大的上师所震撼。当仁波切在寺院看到唐卡、佛像以及佛龛时，他觉得内心的某些东西被唤醒了。他由此最终找到了回家般的感觉。作为一个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他最清晰、最愉快的记忆，便是在寺院主殿向佛教护法神吉祥天母的老旧唐卡前祈愿或顶礼。那仁波切我们之前说过，他之前他出世呢，就被送到就是养父母家里。那他当时让他觉得熟悉和比较就是喜欢的是，当他在台北街头游荡的时候，看到那些歌仔戏的一些人偶。当时他小时候可能并不知道，后来他回想起来，他觉得那可能跟他熟悉的护法神的造型是蛮接近的，所以自然有那种亲切感。那再一次后来来到了美国呢，当他开始接触到这个就是拉西干巴林的时候，他看到唐卡，看到佛龛，看到佛像，那所有熟悉的感觉都回来了。他觉得某些东西被唤醒了，那一种回家的感觉就油然而生。那这是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讲的佛法的印记，往往就是这样子。一旦被激发出来那些记忆呢，虽然未必能够记得很清楚，对一般人来说，但是那种熟悉的感觉就会涌现出来。每次堪苏洛桑达信仁波切来到大殿，都会看到这个小男孩在吉祥天母唐卡前诵经祈愿。有一次，堪苏洛桑达信仁波切问他：“你在做什么？”“诵经。”“向谁诵？”“吉祥天母。”“为什么？”“因为我喜欢他。”“你应该向佛陀祈祷。”然后他指着释迦牟尼佛像说道：“你应该坐在释迦牟尼佛像前，凝视着佛陀冥想。”讲这句话的当然是堪苏洛桑达信仁波切。接着堪苏洛桑达信仁波切把赞图仁波切移到了释迦牟尼佛像前，但当堪苏洛桑达信仁波切一离开，仁波切
便又移了回去，继续凝视吉祥天母。那这一段讲的其实是仁波切对于吉祥天母的一种很自然的、不由自主的一种就是一种吸引。那接下去呢，我们再翻开另一页，初见一位神秘护法。那这位神秘护法，他当然讲的就是多杰雄登。这一页主要讲的是仁波切第一次接触多杰雄登。他当时并不知道那是多杰雄登。在拉西干巴林寺，有位名叫洛塔的年轻僧人服侍看书仁波切，他的房间就在看书仁波切房间的正对面。我想成为一名僧人，而且我很好奇僧人们的生活究竟是如何的。于是有一天，我潜入洛塔的房间一探究竟。我打开我能找到的每一个抽屉，因为我想知道僧人都是收着哪些物品。在那个房间里有一个高大的壁橱，因为那时候我年纪还很小，所以那壁橱对我来说特别高大，但我还是有办法打开壁橱。当我把壁橱打开后，里面有一张黑白的图像，图像上有人的形象，前面还摆着一杯茶。我伸手拿起那张图像仔细看，我想记住他是哪位佛菩萨，但是正当我伸手去拿那张图像的时候，洛塔将我逮住了。他从我手上拿走那张图像，还迅速地把壁橱的门关上。我问洛塔他是哪位佛菩萨，问了好几次，但洛塔始终不肯告诉我，只回答我说这跟我无关。第二天，我再次尝试潜入洛塔的房间，但他已经把壁橱上锁。一直到很多年后，我才发现，过去我在壁橱里看到的图像就是多杰雄登护法。那这是赞多仁波切他回忆最初他跟第一次他生命中这一世第一次接触多杰雄登护法的一个记忆。那当时他年纪还很小，那其实当时还在新泽西州，年纪很小。他在拉西干巴林寺的时候，就有一个洛塔，那个洛塔呢其实是看书洛桑达信仁波切的侄儿。洛塔本身是一个僧人，是专门服侍看书洛桑达信仁波切的。那他当时的房间里，仁波切仁波切说，我们说仁波切对佛法的一些事情，而且他对佛教，他对僧人的生活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自己本身很自然的就觉得他想要出家。那他对僧人的生活非常感兴趣，那小孩子比较调皮，就很自然的就会跑进僧人的房间去一探究竟。那当时呢，他在怎么说呢？就翻着洛塔房间的一些物品的时候，就打开了一个壁橱，那就看到里面有一个像，那个像前还摆着一杯茶，但是他没机会多看，因为当时就被洛塔发现了，而且洛塔始终不肯告诉他这个像中的就是本尊或者是人物是谁。那但是仁波切后来追溯起来呢，他记得原来那个就是多杰雄登护法，那是仁波切第一次跟多杰雄登护法的一个接触，虽然当时不知道，但是那是第一次的接触。好的，那我们现在再翻开另一页，反对升起。那反对些什么东西呢？自从见到看书洛桑达契仁波切，仁波切便在拉西干巴林寺中消遣他的闲暇时光，修剪草坪、洗碗、做清洁工作和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在家里，这个小男孩对寺院和佛法越来越浓的兴趣，却不被养父养母所接受。他们觉得仁波切对宗教的这番迷恋太反常了。布加雅一家人虽然都是佛教徒，但他们对于佛法或教义却没有太深入的理解。那时，对于很多传统蒙古家庭来说，佛教修行更偏向是文化的传承，或是一种出家众独有的宗教生活方式。他们熟悉绿度母和白度母，也熟悉观音菩萨。平日他们持诵简单的经咒，如 Om Mani Padme Hum， 但是对于修行这件事，他们始终只停留在表面。那这里开始说，这开始来到一些故事的转折。我们说仁波切刚到美国的时候，他是养父母的掌上明珠，尤其养父对他是非常疼爱的。
因为养父本身没有办法有孩子，所以他一直希望这个养子能够继承他的一些家业，或者继承他的生活。那我们也说过了，他仁波切的养母呢，他其实逐渐有了精神病啊，当时他就常常要仁波切打扫啊整个屋子啊之类的。那仁波切开始到拉西干巴林寺之后呢，他的生命的重心就已经转移到了这个佛教中心。他开始就是凡是有时间呢，有机会就会讲到拉西干巴林寺去消遣，去帮忙啊，去修剪一些草坪、洗碗啊，做清洁工作，任何工作都好，仁波切都很喜悦的去做。只要能够在佛教中心附近，他就很开心的。但是这样子的一种改变呢，对他的养父母来说却不是一个好的改变。他们觉得这一个孩子就怎么说呢？这种行为太反常了。那虽然怎么说？虽然这些他的养父母其实都是佛教徒，但是就像我们一般佛教徒这样，对于真正的修行，其实并没有太深入的了解。那只是一种就认为佛教任何宗教只是一个可能是一些特定的时候去进行一些供养啊，做一些供养之类等等。所以他们对仁波切的做法呢，其实相当不以为然的。达纳和波斯已经为他们真爱的孩子做好了打算，长大后上大学，拿到优秀的学位，找一份工作，接下去当然就是结婚生子。他们希望儿子一圆美国梦，儿子成为一个僧人显然不在他们的计划范围内，因为那将摧毁他们寄予儿子的厚望。他们甚至已经为他挑选了一个女孩作为结婚的对象。达纳跟波斯呢，其实也并不奇怪，应该说，他们对孩子的愿望其实是千万父母对孩子的期待。那总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好好的上学啦，好好的上大学，好好的找一份工作，拿到一个好的职位，然后过后就开始成家立业。那这是天下一般父母的普遍的一种希望。那尤其是他们算是新移民，那好不容易从战乱平密的一个国家逃到了美国，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这个所谓的自由的国度，能够有一番成就，就是所谓的美国梦。那出家为僧当然肯定不在他们的计划范围之内。那些父母呢，加上他们这些算是传统的蒙古人，他们连孩子的虽然仁波切当时年纪很小，但是他们已经为仁波切安排了他的结婚的对象。那你可以想象这里的冲突是多么大了。那父母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一套打算，但仁波切呢，显然对这些世俗的事情是一点都不感兴趣的。尽管仁波切面对来自养父母的种种阻挠，堪苏洛桑达钦仁波切仍然教育这个小男孩应维持家庭的圆满。堪苏洛桑达钦仁波切知道仁波切的养父母不想儿子把时间花在寺院里，所以他总会建议仁波切待在家里，听养母的话，不要到寺院来。他透过培养仁波切对养母的耐心，来帮助仁波切实修佛法。那好，那这里讲的是堪苏洛桑达钦仁波切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上师，怎么样的一个僧人。他对于这个小男孩的怎么说呢？他赵仁波切对佛法是很感兴趣的，但他同时也知道说这个男孩的家庭是反对他这样子来修佛的。那作为一个上师呢，堪苏洛桑达钦仁波切努力去达到，就是让这个小男孩跟他的家庭之间的关系是圆满的，所以他就建议仁波切就尽量减少到寺院来。那主要呢是要让仁波切去培养对怎么说呢？对养父的一些耐心。那其实这是一个佛法的一个实修过程。在让仁波切远离寺院的最后尝试中，塔纳甚至开始散播有关堪苏洛桑达钦仁波切的谣言。
然而，这位慈悲的大师从未报复过塔纳，或者说过塔纳的不对，一次也没有。仁波切的父母甚至在寺院中当着堪苏洛桑达钦仁波切的面，对着这个受人敬重的年长大师出言不逊。幸运的是，社区里大部分人并不相信这些谣言，很多人深深感觉到他们引起了麻烦。那仁波切的养父母呢，在感觉上对孩子就是失去控制之后，那就开始怎么说呢？他们的行为就越演越烈。那么尤其是仁波切的养母，我们知道他当时虽然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仁波切的养母其实他是患上精神分裂症的。那大家对自己本身的做法行为是控制不到的。那他除了去怎么说呢？除了尽量阻止孩子去寺院去，那他还开始去散播关于这个堪苏洛桑达钦仁波切的谣言。在严重的时候呢，甚至在当着众人的面对堪苏洛桑达钦仁波切就是表现不尊敬。那所幸这些社区的人其实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堪苏洛桑达钦仁波切的为人，所以对仁波切的养父母的做法其实是感到不以为然。好，那我们这一节暂时没有办法就分享完这整页，那今天暂时就停在这一段。那明天我们继续再接下去跟大家分享接下去的段落。那接下去其实在新泽西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看到很多是仁波切他是多么的想要学习佛法，他对于佛法甚至到后来他想要参加灌顶了，以及他后来在这过程中他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怎么样的障碍，他怎么去克服。这个是这是第2章的内容。好，我们今天暂时我们的分享是到这里。结束之前呢，我们还是一样做一个圆满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菩提愿，其不退转非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空性宝，其不退转非增长。愿舍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后，显明至尊三慧明生师所示佛法信仰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真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是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系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子相属二之意，祈愿三慧明生佛，教法永驻圣真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人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上位教法聚光照三隅，众生未尽，祈请恒常住。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为止，明天再见，谢谢大家。